谢牧师谢牧师以及大家大家平安。感谢上主的带领，能够让我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主你的引导，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天上的国民属于上帝国的一份子。愿你的灵也临到我们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时常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的？有没有？好像都会讲嘛，对不对？那基督徒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来想的问题了这个地方去过没有？我都要问一下。没有去过，这是我的家乡呢，我生长的地方呢，所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高雄的春秋阁。其实我们不喜欢讲高雄，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左营人呐。我很少说我是高雄人，所以你可想而知左营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的家乡现在下个月开始都有万年祭，都有万年祭了然后它的高潮就是什么迎接这个火狮这个火狮我小时候没有，是这几年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的也很有趣了我爸爸还跟我说那个下个月快到了去参观一下。其实我们都不会去参观因为人太多实在是不想去了也没有这种文化那我家住哪里？我要介绍一下离春秋阁很近大概用走听清楚用走路的大概5分钟在这里啦在这里这是什么地方？那有写城隍庙啦，小红庙啦这是县城隍县城隍离春秋阁大概用走路这是所以春秋阁是我带着我的家犬去散步的地方我的家犬我家的狗狗去散步的地方。那我家在哪里？我们看到旁边有一点点的建筑，有没有？那就是我家有没有很近我家一踏出来就是什么庙城庙埕你看我的生活绝对跟这些庙有关系真的没有错是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躲猫猫的地方在哪里躲猫猫？在那个城隍爷的安盖的那个桌底下是我们在躲的地方现在不能去了，为什么？知不知道？有一年城隍爷的金牌不见了被偷了，结果城隍爷赶快做那个 stainless 的围起来。我看到那一幕我就说那个以前是我们躲猫猫的地方他的爸爸在上面我们叫小红牙公城隍爷公我不知道怎么说也是我们爬上去的地方我的环境就是这样你看到那个建筑都是我们在爬的地方几乎把整个庙都好像看起来每个地方都可以躲小孩子很好玩还有小孩子我的环境是什么？看歌仔戏、国语啦，看布袋戏我是这么成长的我是这么成长我记得我考高中那一年真是大灾难。为什么知道？因为城隍爷的生日各位知不知道城隍爷哪时候生日？旧历不晓得对不对？我跟你讲，5月12号，旧历的5月12号。我考高中那一年，记得是闰5月，所以你想城隍爷高不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他有2个生日所以演那个歌仔戏演了2个月。我是这么考高中的啦所以我的国文不知道是从歌仔戏来的，是不是我不晓得
个仔去教我国文，真的是这样啊！好，真的是这样，这是我的环境啊。不过我要跟大家说，我礼拜六、礼拜天一定去教会。我是教会的人呐，虽然我的环境是民间宗教，但是我没有忘记我的父母亲教给我的啊。好，所以教会的生活对我很要紧啊。平常的生活就是跟庙有关系呀。好，后来才了解说，原来我们的上帝更大啊！你怕什么？你怕什么嘛？对不对？好，另外我们要想一下。在这种环境，其实这就是我们台湾的 reality， 我们的实际就是这样，跟这个庙宇有很密切的关系。台南的庙宇很多呢，有没有？你有没有去参观过？有没有？应该多少都有吧。这是我们的环境啊。那你要怎么称为你是基督徒？进一步来说，你怎么说你是天上的国民？要想啊。到底你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对不对？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既然没有办法避免这种环境，你要怎么显示出你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相对的是很重要的功课，不是吗？好，那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经文记载是保罗的书信，腓立比书，腓立比人书，台湾我爱谈这个腓立比人书，腓立比书有什么特色？如果我们看到保罗最早去到腓立比是要从哪里开始看？从使徒行传第16章，有没有？你回去再翻一翻。这里记载着保罗跟他的助手到腓立比的地方传道的故事。什么故事？他至少碰到3种人。第一个叫做吕迪亚，她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啦，她是女的。她卖什么？紫色的布。紫色以前是代表帝王的象征，所以只有贵族才能够穿，才能够用的布。比较精细一点，所以表示说吕迪亚这位女士呢，跟那些贵族有关系啦。你可想而知，跟那些换句话说就是上流阶级的人有关系。那第二种人呢，一个女仆啦，那个女仆有一个特色就是患得鬼，被鬼附身啦。她的主人用这样来赚钱啦。这个女鬼很有趣哦。看到保罗一直随着保罗，保罗坦白说，某一个方向、某一个方面，他受不了了，祷告，结果那个鬼就跑出来了，那个主人看到吓一跳，因为他的赚钱工具不见了，就把他抓到哪里去？把他抓到监牢里去，监牢，到保罗到监牢以后呢，他继续做工哦，特别是那天晚上发生了大地震。结果监牢的门都打开了，那个看顾监牢的人那黑过街他吓死了啦，他以为那些犯人都跑出来了，结果要拿刀怎样？是杀人，不是杀自己，叫做自杀。保罗起来阻挡他，说：“请你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很平安。”后来这个顾监的人才了解他是罗马公民，我吓一跳。还有把他扶伤了，带回家，让整个家庭认识主。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至少有3种人来信主，哪种人？上流阶级的。另外第二种是什么？比较属于一般阶级的。其实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奴隶帝国，他的公民很少，很少像保罗有公民身份的更少，第三种人是政府的官员那个顾监狱是政府聘请的呢，他是公务人员呢，有没有？这3种人来信主。好，我们看到了这3种人来信主最主要我们也看到了
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很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保罗很少接受人家的赞助了哈，但是呢，他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赞助。保罗一般的话都是靠着织那个什么帐篷为生嘛，不过他很少接受教会的赞助。腓立比教会是其中的一间。另外保罗他在监狱的时候呢，腓立比教会特别派了一位去照顾他，叫做以巴弗提。结果呢，以巴弗提生病了，照顾人家的竟然自己生病，所以他也写了腓立比书，也跟教会说，不是他不认真呐，以巴弗提真的很认真呐，只是身体不好而已啦，不要谴责他啦。那可见我们可以看到了腓立比教会跟跟保罗的关系相当密切。这么密切的地方，为什么他还能继续的要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生活方面要见证？这么好像很完美的教会，竟然还需要保罗甚至保罗用什么？用他自己做见证。我所听到福音，我就是这么做。换句话说，信仰跟生活是一致的。保罗意思就是这样。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你可以想一想有时候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生活差很多呢，知不知道？我们生活有时候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我说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有一次呢，这个家庭的长辈他要过生日，他的女婿儿女都回来了，结果不是过生日，是吵架大会。为什么？因为他的大儿子在他的女婿跟女儿之间是很不孝，对长辈这个大家长很不关心。哇，糟糕！庆生大会变成谴责大会，再来骂来骂去。这个家庭很特殊为什么特殊？因为这个大家长不是只有去做礼拜而已，每天都要家庭礼拜。他做到这种程度呢，你想想，这是一个魔幻家庭，对不对？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这时候就有一位孙子辈的出来了那时候这个孙子辈也很年轻，就说：各位，我们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吗？为什么还在那真的面红耳赤的？为什么？这时候这时候就是他的女婿就跑出来，一位女婿就说：囡仔人小孩子啦，有怎样？有耳无嘴啦，点点讲经点点，叫他住口。其实让这个孙子辈很受伤。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我们生活就是这样我们信仰跟生活是脱节啦，我们变成礼拜天的信徒而已不是这样吗？这是我们的 reality， 我们的实际生活是这样。好，那我们进入27节这个中文译本翻译成生活了和合本翻译成什么行事为人希腊文如果写成英文是这样politeistic 是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什么意思？公民polity 就是公民的意思。这个字眼跟腓立比书第3章20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这个字眼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我们要了解腓立比书保罗通过腓立比书来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要了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天上的国民有天上国民的样式，要表现出来就好像什么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是有特权的，有没有？
有啊，我说过了，罗马公民要成为罗马公民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啊。少数，你要了解你是有特权的人呐，就像我比个例子好了，现在百货公司大的百货公司都有 VIP 室，有没有？有没有？我是听说的了听说去那里都可以享受的然后呢，打折一大堆，特权一大堆啊，罗马公民你要晓得这些啊。好了，天上国民是不是这种特权？不是啦，不是这种特权呐，也不是说跟地上的生活不一样，而是什么？你要建立起不一样的价值观呐。什么价值观？接下去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就是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价值观呐。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有仁爱呀，有慈悲怜悯啊，不要结党啊，要谦虚谦逊的心啊，不要只有顾到自己的事情啊，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啊。原来是这样才能够填国民。所以保罗继续讲，其实这样不容易呢。我刚才用那个例子的，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容不容易？光是你一个信仰跟生活要结合起来就不容易了。所以保罗说什么？这是信仰的征战呢，好像上战场一样呢。你要这种准备呢，那不容易哦。所以小心，我们如果说基督徒，你要很小心，其实都是在反省自己。像刚才我们牧师说，我是台南神学的教授，会教导野兽好，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种重担呢。我宁可大家叫我牧师比较好，当然牧师也不是乱叫了讲到这些都是要反省啊，我是不是名副其实？有没有？这是最要紧的啊。好，今天我要提出2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天上的国民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以基督的标准来看待自己，要求自己。好，这是什么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这什么东西的我要跟你讲，我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青年就是参加这个 TKC， 听过没有？有没有听过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团契。这是什么？这是宣教运动，一种用青年的热忱所表现出来，爱基督的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运动。我们用 fellowship 也可以，但是我们通常用什么来经营TKC？ 它已经70年了。今年是71年。71年前，交通那时候没有高铁，更没有自强号，坐个火车要坐很久。全国2000多个青年聚集在淡水，去做什么？青年的热忱，他们唤起了青年的宣教运动，所以聚集在淡水的地方，组成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青年团契。记住，这是一种青年的宣教运动。但是很可惜，70年来我们用 collaborative 的方式来经营 TKC， 这是最可惜的事情其实不只是 TKC 啦，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专青年运动，叫做 SCM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就是长老教会2个青年的运动。我们很可惜都把它关起来，忘记什么？我们要组织，我们要怎样建立基督的身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都忘记了。所以有时候经常去变成什么游乐团契，有没有？不是说不可以去游乐啦，不是不可以，通过大家青年的热忱聚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教会也有，然后我们护人教会也有，青年人让他聚集在一起，很好啊。我记得我参加 TKC 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什么？暑假
特别喜欢圣诞节来，因为都有活动啊，好高兴哦，我不是一天到晚都参加庙会，不是的教会活动其实还对我更重要啊，我的母会是旧城教会啊，教会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好，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暑假去哪里？我也是去小琉球教会，有没有去过？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很简陋没有所谓的民宿了怎么办？怎么办？大概40几年前了跟你讲好像报我的年纪让你知道了40-50年前的事情了。我们怎么睡觉？去到教会，以前都是等那种不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做了没有办法做以前都是2个长椅子，然后并起来叫做福音床，我们是睡福音床的这个没办法啦，我们是睡福音床长大的啦虽然空间有价不深，但是感觉很好，很有趣青年人是这样然后我们来do something，做一些事情，但是很可惜没有继续发展没有继续好的教导让青年能够发挥出来，反而有时候变成怎样这个也很小心不是我们教会这样的我们要提醒自己教会大家很亲热，但是不要成为这种说报告的地方不要忘记了这是教皇最近跟我说的这个比那个武汉肺炎更严重gossip 英语叫做 gossip 讲人家是非，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用这种精神来看教会，用耶稣基督的心来看教会，来组成教会。所以长老教会用什么合意制，用代议制，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要尊崇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头，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接下来很快我们都有长子的选举了。选举有没有跟外面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外面的选举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我说不一样。你要表现不一样你才有资格说你是天上的国民哪里不一样？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你要这么想要这么祷告要求圣灵领导，让我们真的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肢体这不是更要紧吗？对不对？所以选长老的时候，选执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还广告某某候选人，你要选他，有没有？当然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你选举的时候，你要用祷告的心来选举。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你不要忘记这个东西，这是最要紧的，不是吗？如果除了这些用外面那一套来做选举，那个一点意义也没有。所以我们当然不一样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代议制这当然有历史传统，教育历史传统这个还要说很久。不过要跟大家说，长老教会用是这样，耶稣基督为头来做选举不要忘记这一点。另外我们我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有没有这样抓到以耶稣基督为标准来看任何事情，来看你的生活，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这样要问你自己我要提到一个人，他是牧师，他也是医生，谢文医师。谢医师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前的总议事总会的议长。其实他不喜欢当他很忙忙什么？有时间我们就可以去北门语教会去看一看，那个乌角病人家不关心的，他去关心。他已经去世50年了，今年刚好是50年了。在台南神学旁边那个我们总会的历史资料馆有在展览他一些资料，有时间可以去看，看他感动人的故事，他的价值观不一样。
其实也应该是我们要建立的价值观，不是吗？他读神学以后，再去读日本读医学，当医师，他不是要赚大钱，不是呢。谢伟营地是他献出来的，他的家属献出来的，奉献出来的。北门营那些乌角病是他去参与，人家不喜欢参与，他去参与，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有没有一样？我说不一样。你要晓得你是天上的国民，你就要表现耶稣基督这种仁爱这种灵敏的心肠，这种样式不是很重要吗？所以要鼓励大家，特别我们是青年的很多，不要忘记了，以前这种是宣教运动，不是 club，我们在互相教会，很好很好在这里我们干脆建山间聊就好像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在山上一样，彼得就乱出主意了，耶稣基督很好很好我们在山上就建3个帐篷让你们住，不是这样呢。他们要下山呢，要下山来宣道呢，见证这个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好，第二个，要勇敢的心面对挑战。本身保罗的一生就是要接受挑战，有没有？他到处被人家赶我们正如好好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了，他有没有受到冲击就退了？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让他有这个力量就面对困难也是一样，勇敢的面对，没有错。一个天上的国民，我不敢说大家就像保罗一样，至少你要去了解、去追寻，这不是更有意义吗？我们的世界变化相当快，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挑战。什么挑战？这个啦，有没有？今天来为什么要大家要戴 mask？ 为什么？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啦。最早从哪里来的？中国来的武汉肺炎没有错他现在又乱讲话了，说那个外太空来的啦，你信不信？他本身他不想人家说他怎样anyway， 不要管这个，不要转这个，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现在到处都大水为什么？气候变迁，暖化来临。现在不是蝗灾，不是要避灾，因为你这个灾难没有办法阻止。我跟大家说，没有办法阻止，可能很困难的。你想一想，我们今年天气怎样？热不热？舒不舒服？去年有这样吗？5年不要说这样，10年前有这样吗？没有越来越热我坦白说会越来越热坦白说海水会上涨，这个绝对最麻烦就是气候变迁，极端的气候会来极端气候你看中国的大洪水，奇怪，今年大洪水特别严重，坦白说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年台湾真的这2年也不能这么讲了可能还好了我们好，别人就不好，为什么？台风来台湾这2年都没有台风，对不对？去哪里跑到韩国去了，跑到北韩去了，跑到中国的东三省去了，那里从来没有发生台风的，现在都有，你不会感觉奇怪吗？以前韩国是没有台风的，现在都有这表示气候变迁相当严重，我要提出来，这个很严重这个来临了结果现在怎样？他们缺粮，真的缺粮他们预计10年之中大概有1.5亿的人口没有办法吃饱，为什么？大规模的灾难所以他们是什么粮食危机禁止浪费食物，所以他们现在喊一个口号叫做光盘运动，有没有听过？吃东西要吃光光，对不对？然后吃东西要看体重知不知道？40公斤的可以吃2盘，80公斤可以吃3盘，可以吃肉的叫做光盘运动。他们现在是实质这样因为他知道了
粮食危机来临了。14亿的人口每天要吃呢，你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那个换局他们主张一个运动 N-1，N-1什么东西知不知道？就是10个人只能吃9个人的份，叫 N-1。他们实施的这是不得已来看贵州烧烤店这个烧烤大家吃过对不对？这是人家吃过的烧烤，还有吃过的痕迹。如果吃的人就说这不是人家咬过了吗？那个烧烤店的头给出来，这个吃了又不会死，煮过都熟了，你怕什么？去就消灭掉，何况是现在光盘运动，你们会不会吃他们真的是这样呢。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很多了，太多了。好，我要说过了，我要面对这种危机来临，你怎么办？你更加应该表现出你是肢体，耶稣的肢体怎么表现？我用个例子，例子，那什么，2009年，可能我们还年轻小时候，也说不定，没有关系。2009年88节，我们台湾发生有史以来，大概20-30年最严重的水灾，莫拉克，有没有听过？可能不晓得台南神学院的同学们那时候赶快组团去帮助灾民。为什么？特别是庙宇进去庙宇呢，帮助庙宇清一清结果庙宇他们有人就庙公庙公而已老扣扣庙公你怎么清没有关系，我们的青年来帮助他们。好，我们教会青年有没有出动？有出动，在这里他们都穿这样在清呢那些东西就这么乱，有没有看过？我去过那个泥巴之深我这个雨鞋一插进去，结果拔出来的时候，雨鞋还留在泥巴里面，我是光脚起来很困难整个都是泥巴很困难想象我们的青年总动员，真的是总动员让我看到真的很感动你看，就我们用兰州屏东中会的兰州教会一个基地，从那里补给物品，从那里出发去到茄东在的地方去帮助那些灾民，这个你会不会很感动？你看到真的会很感动我跟大家说，这回到我们的信仰，就是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表现出耶稣基督那种怜悯的心肠，有没有？不要分你我。坦白说了，我不是只有看到长老教会了，我也看到天主教，甚至也看到一贯道了，也看到很多宗教团体一起来，你看了你就很感动。好，我们知道我们本身的角色了，所以你更应该要做，参与到这些的苦难不是说乱参与，不是，而是说我们要明白你的角色是什么。一个天上的国民，你本身信仰跟生活是要一致的，这在显示是什么？我们的主是大有恩典的主，同时要让我们警醒到，我们本身就是天上的国民，用耶稣基督的心为标准来检验自己，来看自己，能够积极来参与跟关心我们所处的环境。愿主的平安领导我们，愿主的能力让我们更有力量来见证主。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资格说你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让我们通过腓立比书能够重新检验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资格成为你的国民？主啊，帮助我们以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是一种怜悯的心、慈悲的心、大有恩典的心，
让我们的生活就是信仰，信仰就是我们生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抱歉，我还是要用一下介绍我去年是代表那个新竹圣经学院来，今年又代表了明年我不晓得现在没有学生没有错，但是也是长老教会很重要一个灵修的地方，所以我们教会可以使用然后我们继续关怀我们的教会的组织能够运作的更好，提供更好的场所让我们来使用。我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我们感谢杨